Hello，大家好，我係 Wing， 歡迎大家收睇我嘅 channel 啊。上一集就介紹咗龍華區嘅3個商場啦，今集呢就會介紹我哋今次行程最主要去嘅深圳龍華希爾頓逸林酒店嘅自助晚餐。由深圳福田口岸出發呢，就搭到去清湖站，大概行10分鐘就可以去到酒店。如果由香港西九龍出發呢，就搭18分鐘嘅高鐵就可以去到酒店附近。除咗有隔離嘅星河 ICO 購物中心，8分鐘車程就會去到龍華一方城同埋山姆。穿過咗星河 ICO 之後呢，其實左手邊呢就已經望到呢間希爾頓嘅逸林酒店㗎喇。咁呢，我哋呢就行咗一個大圈啦，先去到酒店。其實呢，原來呢係經過隔離嗰個星巴克呢，就可以穿過去酒店，唔需要行呢條大路㗎喇。行人行路呢，因為要同啲電單車爭路啊，所以呢就行咗好耐呢，先入到去呢個酒店嘅大堂。今次嘅自助晚餐呢，其實就喺2024年端午節嗰陣食㗎喇。咁個價錢呢，就係喺 KKday 搶嘅，咁就買1送1，平均返呢，就係179蚊一位。咁而家今年嘅價錢呢，喺2025年嘅4月啦。咁我睇返 Klook 呢，咁佢本身正價呢就402蚊，就週末自助晚餐嘅。咁就係星期五至到星期日使用。時間呢，就係由夜晚嘅5點半啦，食足4個鐘去到9點半嘅。咁不過當日去食嘅時候呢，其實大部分人呢食2個鐘左右呢，就已經要走㗎喇，因為可能呢去趕住過關啦，咁所以呢，就大概7點半至到8點鐘呢已經冇乜人。咁喺 KKday 或者 Klook 買咗優惠券之後呢，到場嘅時候呢，出示返個 QR code 呢，就可以入場㗎喇。不過要留意返呢個使用日期呢，就一定要跟返你喺 KKday 或者 Klook 選擇嘅日子，唔可以有任何更改。至於未滿6歲以下嘅小童呢，就係免費嘅，而6至12歲嘅小童呢，就收128蚊一位。過咗12歲呢，就要跟成人收費啦。70歲以上嘅長者呢，就憑證件呢，就可以免費。不過要留意返啦，如果要用優惠嘅小朋友啦，或者係長者嘅人數呢，就唔可以超過用餐成人人數嘅一半。超出咗嘅話呢，就要收返兒童價錢128蚊啦，同埋長者158蚊一位嘅。當日呢，我哋呢大概5點20分左右呢就去到㗎喇。不過酒店呢都要求呢5點半呢先可以入場嘅。而入場嘅大部分呢都係香港人，甚少呢住喺當地嘅人去食啦。咁好多呢都係一家大細啦，喺嗰度住酒店，順便食埋自助晚餐。由於我哋早入場啦，所以呢就好彩安排坐近窗口位嘅位置。如果大家好似我哋咁樣唔食得生冷嘢呢，都可以交俾廚師啦去幫我哋叮翻熱嘅。咁記得叮完之後呢，就行翻去認領翻啦，因為呢就冇寫名嘅，咁自己認翻邊一隻碟係自己。今餐嘅自助餐選擇呢，其實都算多。咁除咗一啲嘅燒肉啦、燒烤啦，咁亦都有一啲嘅甜品嘅。咁海鮮方面呢，就有一啲嘅蝦啦、蟹啦，同埋一啲嘅壽司刺身咁樣嘅。咁湯方面呢，亦都有一啲嘅老火湯。而龍蝦方面呢，就係每人1份嘅，咁就係半隻龍蝦。咁因為入場嘅時候呢，職員呢就唔記得同我哋派呢個龍蝦卷啦，咁所以一路呢我都冇去攞到。後尾見到點解人人都有1份呢，咁我先再出去問店員攞。至於呢一份椰汁燉鮮奶呢，就係每台呢，就職員呢就逐個派嘅。串燒方面呢，我就略嫌呢佢就比較乾啦。咁而甜品方面呢，其實味道都算係中規中矩啦。咁紅酒呢，我就飲咗1杯。至於飲品方面呢，除咗一啲大陸嘅嘢飲之外呢，最特別嘅呢係就有維他奶啊。咁我覺得都幾特別嘅，因為其他自助餐呢都冇試過見到有維他奶，仲要係樽裝。食到一半嘅時候呢，發現呢出邊呢就有廚師表演啦。
咁今餐呢，就係火焰烤牛上腦嘅，咁味道方面呢，因為我都唔係好鍾意食呢啲內臟嘅，咁所以我就覺得麻麻地啦。不過佢個表演呢都幾特別㗎，咁呢，佢就大概用咗30秒左右啦，咁就去整呢個嘅表演嘅。咁表演完畢之後呢，就可以排隊去拎，數量有限啦，咁所以呢，就先到先得啦。呢個廚師表演呢，其實每日都會換嘅，咁啊，所以可能每一次去到呢，就有唔同嘅特色菜可以食到。今期嘅特色菜呢，就包括有火焰巴西烤小牛腿啦、冒煙液氮冰淇淋、推車現切巴西烤肉。咁食完主菜方面呢，咁就出咗去揀甜品食啦。呢度嘅甜品設計呢，亦都係好靚嘅，好適合打卡。咁啊，亦都有棉花糖啦，咁我都試咗1支嘅。雪糕方面呢，一共呢就有6款味道可以揀，咁我亦都每樣味道呢試過1次嘅，咁我覺得都係正常口味啦。燉湯入邊呢，亦都有冬菇，雖然味道唔錯啦，但我都淨係飲咗1碗啫，因為食埋其他嘢呢都開始飽啦。由於去嘅時間呢係端午節啦，所以呢就有端午節粽可以食。咁粽入邊呢，就其實餡料就唔太多嘅，咁啊只不過食下粽應節嘅啫。當日嘅食客呢，就唔算太多，大概坐咗1/3左右嘅啫。如果有帶小朋友嚟嘅話呢，其實呢隔離呢有一個小童嘅遊樂場，咁可以呢安排呢小朋友呢喺食自助餐嘅過程呢過去玩呢啲嘅兒童遊樂場設施。至於洗手間方面呢，自助餐餐廳入邊呢就冇殘疾人士嘅洗手間，只有男女廁所。咁啊，而門口呢仲有2級嘅。如果輪椅人士呢想去洗手間呢，就需要去返地下酒店大堂嘅殘疾人士洗手間。我哋食到大概9點鐘左右呢，都選擇離開啦，因為酒店呢距離關口呢個車程都比較遠，所以呢都要預留時間呢過關。而地下大堂嘅女廁呢，其實輪椅呢都入到去嘅，只不過呢就比較窄。而殘疾人士洗手間呢，就喺女廁嘅隔離，洗手間入邊呢都好乾淨。總結返呢一餐自助餐啦，我覺得個價錢呢其實都算比較平㗎啦。咁啊，雖然要去到咁遠先有得食啦，咁但係如果你話都想開深圳玩嘅話呢，不妨呢都可以去下呢一邊食自助餐，因為近關口嗰邊啲自助餐價錢呢就比較貴，要去到呢一邊呢先可以比較平返少少。如果喺香港食自助餐嘅話呢，午餐呢170幾蚊呢都未必食得到，甚至呢晚餐呢都已經係貴到差唔多600-700蚊㗎啦。咁所以喺深圳嚟講呢，170幾蚊，如果有香港人嘅價錢嚟去睇呢，其實都算平嘅。咁食完之後呢，我哋就叫咗職員大路啦，出返停車場嘅，咁亦都係行返頭先嗰條路啦。但係呢，就係到最後我哋先發覺呢，就係可以經呢個星巴克呢穿入酒店啦，唔需要行出邊嘅馬路隔離嘅人行路。如果大家要嚟到呢一間希爾頓逸林酒店呢，咁啊記得出咗商場之後呢，去左邊呢就直接穿呢個星巴克入酒店啦。因為跟住地圖行嘅話呢，就會好似我哋咁樣呢行咗一個大圈。咁啊穿返商場另外一個出口出去呢，就行返去地鐵站方向啦。咁啊夜晚行呢，我哋就試下行左邊嗰條路啦。咁咧亦都一樣咧，都係咁多車同埋咁多人嘅。咁啊夜晚呢，其實都算好熱鬧。咁可能因為都真係近民居喎。沿路行呢，其實附近嘅鋪頭呢都開始閂㗎啦。咁啊除咗一啲嘅食肆呢仲未閂之外呢，其他呢都已經閂晒。咁今集呢，就係我嘅深圳之旅2日行程嘅最後一集，歡迎大家喺下面留言話我聽，仲有邊一度係抵食抵玩可以俾輪椅人士去。因為今年呢，去得太多深圳嘅商場呢都開始行厭咗，咁啊想試下一啲其他嘅深圳好玩嘅地方。除咗深圳之外呢，其實都想試下去下珠海㗎，
但係唔知道搭完金巴去珠海之後呢，輪椅人士呢冇地鐵搭嘅情況下呢，要點樣喺珠海呢去玩呢？因為喺 YouTube 上面呢，就冇乜人特別介紹珠海嘅無障礙設施，好似除咗 call 車之外呢，就冇其他選擇啦。深圳地鐵部分地鐵站呢，車站入邊呢就會有女廁啦、男廁啦同埋殘疾人士洗手間嘅。不過就未做到每一個地鐵站入邊呢都有洗手間，咁啊，所以如果要搭長途少少嘅人呢，就需要留意返邊一個站有洗手間。因為通常我哋咁樣食飽咗之後返香港呢，又唔想喺關口入邊呢同人爭洗手間，就需要呢早少少去訂廁所。咁好彩呢，就趕得切過福田口岸嘅，咁啊10點半前過關。咁啊，今集就嚟到呢一度啦，我哋呢下集再見啦，拜拜。